講下最近嘅一套低成本口碑之作《UFO 離奇命案》。咁呢套戲嘅打分呢，我一直比較猶豫嘅，最後我仲係俾6.5分，即係300萬可以拍到咁樣嘅質素，真係好難得。咁呢套戲係一套懸疑喜劇，當然啦，依然唔係科幻片。外星人只係一個麥高芬，電影中發生嘅種種離奇事件，基本上係人為嘅。即係叫我評價呢套戲呢，我第一時間諗到嘅係兩個字。精巧，因為呢套戲嘅成本有限，所以主創就將重點擺喺劇本度。咁無可否認，呢個劇本確實寫得非常精彩。成本有限，唔可以 set 太多場景，所以主要嘅場景都擺喺森林度。但問題係你點樣喺森林呢個封閉空間將呢個古仔講得引人入勝呢？呢個係需要編劇花費好多心思嘅。一個部門的誕生，雖然都係封閉空間，但好在呢，人哋嗰邊演員夠多，而且戲劇衝突喺警匪對峙，咁呢個講給台嘅故事本身個戲劇性就夠強噶啦。而呢一套首先演員冇咁多，其次呢個故事嘅呢件事呢本身又好細，所以咁需要喺故事嘅結構度落功夫啊。咁呢套戲喺文本上運用咗 POV 多視角，即係每個主角一個視角，每個視角下嘅故事呢都對主線有推進，而每一 part 嘅 ending 呢都會留出一個勾，就係解答咗一部分嘅謎團之後，又會增加新嘅謎團。一開始係女主角一個網紅，佢想整蠱自己條仔，所以專登安排咗一個演員嚟假扮男朋友多年嘅好友，但估唔到男友同兄弟一齊嚟見呢個所謂嘅好友嗰陣時，殺咗對方。其實睇到呢度，觀影經驗比較多嘅朋友應該都估到係條仔嗰邊反整蠱條女啦。跟住以男友視角嗰邊開始，都解釋咗男友係為咗求婚，所以就同呢個演員夾埋如何反整蠱女友，假扮見面時不合，錯手殺死咗對方，然後喺女友驚慌嘅時候再去求婚。咁呢度都算係意料之內嘅。直到遇翻個兄弟，兄弟個表情驚慌失措，話真係錯手殺死咗人。由呢度開始呢，故事嘅懸念性就越嚟越強。到後邊你會發現反轉係一層接住一層，而且呢套戲雖然我個人唔覺得好好笑，但呢一連串事件本身呢係趣味性十足嘅。尤其後邊黃德斌呢個神棍嘅登場，以一個外來者嘅身份將事件推向咁荒誕嘅走向。其實黃德斌啊，先係呢套戲入邊我覺得最好笑嘅位，因為佢本身嘅形象比較嚴肅正經，當佢一本正經做一啲非常離譜嘅行為嗰陣時，嗰個反差帶嚟嘅滑稽效果就好明顯啊。咁呢套戲嘅文本呢，最值得稱讚嘅仲係電影中嘅 ending，因為呢個故事嘅走向係越嚟越癲嘅。咁關鍵個問題係如何收尾，因為一旦收尾完唔到成個故事，呢套戲就會變成一套純溝片啊！最後警察嚟咗，因為嗰一槍而打中咗戰車，然後最後喺成個故事都一片混亂嗰陣時，居然呢個收尾係同個主題緊相扣嘅，並且仲解答咗電影最初嘅懸念，就係佢哋曾經嘅呢個好友到底發生咗咩事。咁最後順理成章將成個故事都講順晒。咁呢個結尾呢，真係太有巧思啦！意料之外，又喺情理之中。而呢套戲都係最近呢幾年港產片少有嘅，唔通過角色去講大道理、講金句，就係俾你由喜劇所帶嚟嘅純粹嘅快樂。呢個係好難得嘅。其次呢套戲都係咁貼合 Z 世代嘅，電影中有大量嘅網絡文化。呢個故事其實都係建立喺如今呢個網絡時代先成立嘅。咁女主角佢就係一個 KOL，電影最初嘅因由就係佢想整蠱條仔。然後你諗下，陳湛文飾演嘅茄喱啡點解個個都揾佢，並且咁樣嘅事係合理嘅？同樣都係因為呢個係一個人人都可以拍片嘅時代，大家都需要演員啊。對於陳湛文嚟講呢，佢早就適應咁樣嘅節奏，佢先可以一下子應承好幾個人嘅要求。咁如今網絡時代，只要有流量，乜嘢都可以造假，包括黃德斌呢種睇似係權威，佢都需要流量。你睇電影都係由網片開始，最終由網片結束。咁呢種現象係獨屬於呢個時代嘅，所以呢個就係一套網片時代嘅電影產物。然後仲有一個值得一提嘅就係陳湛文嘅表演。陳湛文係如今香港電影圈非常有表演能力嘅青年演員，今次等於佢要做好幾重身份角色。所以當我睇完呢套戲，
我先理解點解喺金像獎最佳男配佢輸俾杜德偉之後，網上有咁多人為佢鳴不平。陳湛文呢個角色有啲類似喜劇之王嘅尹天仇，但佢又為呢個角色加咗一啲更加世俗嘅元素，就係佢熱愛表演嘅同時都要為生計而奔波嘅，所以呢個角色佢嘅小人物底色就更鮮明啊！尤其你睇呢個角色嘅變化，佢由最初熱情地投入其中，仲要自己導戲教嗰兩個主角點樣演，到後邊自己完全被動。你睇佢到後邊係越嚟越唔投入角色，佢係想方設法去搞掂兩邊劇組嘅任務，再到後邊所有事都由唔到佢作主啦，完全係被逼跟住個指示去做嘅。你可以留意陳湛文佢嘅表情，最初參與其中，面對角色係兩眼發光嘅，到後邊係雙眼無神、楚楚可憐嘅眼神，但同時都係全片刻畫得最成功嘅角色。咁最後稍為講下電影嘅問題啦。雖然我覺得對於呢種低成本電影係唔應該苛求太多嘅，一嚟就係黃德斌呢個角色，到後期佢突然間決定自己將所有嘢攬晒上心，呢個行為舉動太突兀啦。我當然知呢個角色咁樣做有佢嘅動機，但前面係毫無鋪墊，就喺嗰個關鍵時刻佢咁樣做實在太突然啦。二嚟係電影中男主角同佢兄弟最後嘅和解太簡化，太過順其自然啊！你諗下佢兄弟做嘅嗰種行為，講反面啊都係輕噶啦，就係佢兩個嗰條友情線係需要多加個情節，有可能係兩個人發生激烈嘅衝突，都有可能兄弟因為咩事幫咗男主角，咁兩個人最終嘅和解，男主角選擇幫兄弟先可以合理少少。講到尾都係因為成本不足，冇時間同筆值去拍兩個人嘅呢段情感線，所以一切都進展得太快啦。咁跟住落嚟，用我吹毛求疵一下，我知道呢套戲嘅鏡頭技法係有意地想參考網片，所以會拍得比較粗糙少少，但係我都係期待佢至少有一兩拍有電影質感嘅鏡頭。咁好可惜係完全冇嘅，我唔知呢個係咪都係同筆值有關啊？如果兩位導演有下一套新作，我係希望可以見到有設計嘅鏡頭。咁最後今年有兩套關於 UFO 嘅港產片上映，咁兩套最終呢都唔係講 UFO 本身嘅，但兩套電影所表現嘅意識形態係值得玩味嘅。再見 UFO 係懷緬過去，拍嘅係過去香港嘅黃金年華。UFO 離奇命案咁多係珍惜當下，拍嘅係如今香港網片時代嘅現象，一眼就睇得出兩邊嘅創作者係咩年齡階段嘅。呢個都係一個有趣嘅現象。咁最後嘅最後，我仲係真心推介宇宙探索編輯部，我都希望香港嘅創作者都能夠去睇下。呢近10年呢種低成本嘅喜劇片係冇一套可以超越呢一套嘅，成本都係幾百萬左右，全片一直係手持攝影，做成偽紀錄片，而且電影中帶有科學哲思同人文關懷，都拍得特別深刻，甚至全程用手持鏡頭，居然有一拍屬於電影嘅 magic moment， 係屬於喺戲院睇嗰陣時會被衝擊到瞬間起雞皮。我前面話希望見到有設計嘅鏡頭，咪就係呢種咯。然後最關鍵係呢個導演同兩套 UFO 嘅導演最大唔同，係睇得出孔大山呢個導演係真係喜歡 UFO 文化嘅，佢對神秘嘅離奇現象係抱有濃烈嘅興趣嘅。而兩套 UFO 嘅導演都只係借 UFO 嚟講自己嘅古仔，你睇得出佢哋本質上都係唔信 UFO 嘅。而孔大山佢係真係信呢樣嘢嘅，所以電影中最後嘅情感衝擊先可以咁動人。呢個係一個經常仰望星空、思考宇宙嘅人先拍到咁樣嘅作品，所以最後強烈同大家推介。咁如果你中意呢條片，請 like 同訂閱我嘅 channel， 將呢條影片分享俾你熱愛電影嘅朋友。你嘅支持係我甘心嘅動力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